108年课纲改革了后，今年7月就要办头一届大学分科测验。不过因为未搁考国文、英文甲数学语，就有人批评讲是搁变做考一遍就定生死的情形，颠倒会造成学生的压力。有民间团体就呼吁教育部明年要甲这3科恢复考试。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表示会恢复考数学语，不过当时恢复也搁唔知。教育部是说希望我们可以有更完整的学习，可是却造成我们蜡烛两头烧的情况。许多同学他们要准备分科测验，然后还要准备个人申请的面试，我们还要准备高3下学期的课程、段考等等。写108年课纲观察报告的高3学生甲国教行动联盟开记者会，因对课纲大改革感觉真无奈，因为7月份随着要办头届的分科测试，国文、英文甲数语拢未考，分发学校看学测成绩的情形变动，加上题目变难，相关科系大学简单看数 A 或者是数 B， 认为讲安尼生做社会组的学生足吃亏，考试变一届定生死。很多同学有提到，他们自己的国文跟英文在学测中考砸了，但他们就失去了挽救的机会，然后分科测验就考可能自然或是社会的几科，对他们来说也没有达到可以翻身的目的，所以就必须要选择重考。建中的校长以前几年的经验来评估，认为讲需要考分科试验的学生大约6-7成，希望制度完善，减轻学生的压力，也通适时来降低学测的难度。也那国教明是呼吁教育部恢复考试科目，唔免受3年前爱公告的这个限制，明年就恢复。我们呼吁教育部呢，能够在学生报名参加分科测验之前，能够公告学测成绩的积分，对照分科测验到底他得几积分。教育部也希望尽早给我们一个时程表，我们是希望明年就可以把分科测验的国英数语能够排上。希望教育部长潘文忠17已经表示，分科测试会加考数语，不过倒一年会恢复。国教明甲学生拢希望赶紧有答案，因为每一步在咧选择上拢真艰难。记者阿敏真正派文台北报道。